身体的心肌血管功能，你真的如果你爬楼梯还有麻烦的话，这样或许心脏在跳都不会很快，但是如果你爬山的话，那个心脏会跳得快，会增加我们肺活量，但是跟你一爬山的话，再爬山不要讲话，你讲话就会喘，所以爬山的时候最好是拉的劲大，就比较不会喘，因为你一边爬山一边讲话，你那个气会散气，你就会越爬越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是不对连续12岁，你看可疫情那个症状，人家为什么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你可以连续12岁，一往正不如。你有听过这句话？先看看你的身体状况是怎样。有的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喝咖啡，你喝咖啡你的心跳会加速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为了你想喝咖啡而去喝咖啡，你会怎样？一直在开自己咖啡，所以我们要真的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你不适合就不要。像这个他都叫我们快跑，如果我们不适合快跑，我们就要慢跑。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一个黄海的简单策略，一天中吃5种以上的蔬果，就这样会讲的，所以后学就不再重述一次了。第二要喝茶，为什么要喝茶？即使喝茶，我们喝茶，后学那边能看到今天报记得喝茶用100度的热开水冲茶就够了，我们要用85度的热度冲泡的茶叶才是对我们人体最健康。我们100度下去，我们把所有的喝茶素都已经把它发出来了。其实你是在南广空气里去发，所以最好那个专家跟我们说，85度是最好烘茶的温度。听到了没有？对，喝茶的同修们泡茶的时候，建议用85度的开水冲泡的茶叶。绝对不可以它滚了你马上冲，即使它已经没有喝茶去。你看日本人为什么他们喝茶，他们都喜欢喝泡茶，其实泡茶喝茶要让它慢慢的释放出来，所以喝茶也是一种方法的简单策略，但是也是要喝的对，来限制红肉的摄取，还有限制饱和动物的脂肪。我们吃素的是比较是没有这个动物，但是如果还有吃素的我们说我们也要注意到动物的，还有这些都是大豆类的食物，服用至少1天1颗动物维他命，也可以，动物维他命是可以，但是它这里有每个只要1颗还有每周3次以上的运动，避免这边因为温也有它那个会海呀，对，但是我如果有抽烟的，如果你有在做的话，还有很多朋友，我们的朋友去找我，或者是我们最好不要抽烟，因为抽2手烟的人比你抽烟的人更容易罹患什么癌症。你为了爱护你的朋友，最好你们说如果要的话，请到外面不要直接的残害我们的朋友。来，10个科学证明可以做推翻